台南5月音乐季的活动将伫即个拜六、礼拜2天，伫个新化虎头埤来登场。不过，伫个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哪来哪严重的状况，议员陈碧玉呼吁观光旅游局爱加强防疫。我们在虎头埤的这个地方，我们有举办了一个台南5月音乐季嘛？是。这个5月音乐季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哈，差不多已经迈入了第21届了。是。那现在刚好遇到疫情的这一个阶段呢，那这个五月的一个音乐季，我不知道局长说那个入园呐，就是入园的这一些民众要参与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防疫的一个宣导，或者是防疫的一个措施？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有举办这个，也感谢议员还有这个市长出席哦。我们举办了这个记者会哈。那记者会上呢，其实我们也有跟民众做一个宣导。那5月音乐季呢，它最特别的就是，其实它的场域是在我们这个虎头埤的露营区的那个最大的那个草坪那里。所以过去的经验就是民众会带着野餐垫，一个家族这样四散在树荫下，它并不会聚在一起它不像传统的音乐节那样的一个方式，这是一个。其实在户外应该是相对比较安全啦，但是我觉得应该也要跟民众提醒一下，应该说不要太聚集，然后不要再一起群聚。是。另外，有关民宿的发展，会长毛议员建议应该调向各区有无同的发展。但碍于民宿法的规定，目前只能伫偏远或者是非都市计划区来设立。至于其他区的部分，观光旅游局嘛回应，将研究找适合的法令，尽量辅导业者来合法。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